下个问题。My name is Kinzang Tile. 我叫 Ginzang Tile， 来自不丹。I pray for your long life and good health. 在问问题之前，希望你能够长久住世。My question is. 我的问题是。My question is. As a Buddhist, I have lots of debate with the Muslims. 因为我是一位佛教徒，所以我时常跟回教徒还有基督宗教的教徒有争议。他们想要做的是，当我们成为佛教徒之后， consuming meat is against the religion. 我们吃肉就会违背宗教的信念。 All Buddhists they consume the meat a lot. 可是，在世界上很多的佛教徒都吃肉啊。 Muslim people what they said is that if there is no buyer, there is no killer. 那回教徒又说，如果没人买，就没有人杀了。那佛教徒你们吃那么多肉，所以回教徒才杀这些的动物。所以我的感觉是，我们不丹人。 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肉的背后的理由是什么？Actually, the Buddhist monk 佛教的僧人是不应有自己的煮法，应该要去乞食，拿着自己的钵去乞食。如果你乞食的对象是给你荤食的话，给什么你就吃什么。 如果你乞食的这一户人家他是吃素的话，你就吃，他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去要求，就是给予食物的这一户人家应该给我荤食或者是素食，而且这些伟大的大学者们，他们也以前都拿着钵去乞食，都是这样子度过他的僧侣的生活的。 在佛教的典籍里面，确实有一些的典籍。在律学里面有说到一句话。像是律经里面有区分。 一些肉是被禁止的，一些肉是可以的。总之，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能要求我要这个肉而吃，这是不行的。如果这个肉不是为你杀，不是为了你，而且是别人给的话，那是可以的。 当然，有一些经典也说到，我们必须要吃素，不能碰荤，也有这一种的经典的一个说法。那所以，汉人佛教徒还有一些越南佛教徒非常严谨的吃素，不吃荤。那以西藏来讲的话，因为地理的缘故。 像西藏的北方来讲的话，是完全没有蔬菜的，因为地理元素、地理因素，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坚持吃素。我们来到了印度之后，因为印度有这么多丰富的蔬菜可以选择，所以我们要求这些大寺院的公用厨房不准开荤，这已经有了20年左右了。
我们禁止这些大寺院的公共厨房 vegetarian food, non-vegetarian. 做荤食的食物，所以只能是素食。 And similarly, some institutions 同样的，在其他的寺院还有学校，他们的一个公用厨房、食堂都不再提供荤食。 Then my own case, 以我个人来讲的话， 1964, 1964年的时候，我也决定 vegetarian. 成为素食主义者，吃素的人。 Then, according to my friend, 那我的这些朋友们， nuts. 哦、 So then, 建议我多吃坚果， vegetarian. 所以我那时候是吃素。 20 months. 我大概 Then, 吃素长达20个月，之后我的身体有 gallbladder, 生病了，就是胆出了问题， whole my body. 于是我的全身都变成了黄色。 So sometimes I 有时候我会开玩笑的说， at that time, 那时候我真正的成为金黄色的活佛了， whole body yellow. 因为都是黄色的，我的全身都变成黄色。 Not through spiritual practice. 这不是透过了修行，而是因为我的身体的疾病，所以因为身体的疾病，我变成了活佛。 I think a few weeks, very serious. 几周内，我真的病得非常严重， According to allopathic medicine, 所以 Tibetan medicine, 根据西方的医生还有西藏的医生， the 所以最好恢复之前的饮食习惯，不要改变。 but then I take meat, 那之后我就开始又吃荤了， including my own kitchen, and 以及 many 我自己的私人厨房， vegetarian food like that. And I, because of that, 提供 so occasionally 素食，好，公共厨房是素食，所以 like that. 我对素食主义者是非常怀着感激之恩，我也是非常随喜 encouraging. 素食主义的这种推动， And I think America 而且 also, 在欧美的国家， more and more people 越来越多的人 showing interest about 推广 vegetarianism. 素食主义。 This country, India, 这个国家 the vegetarian food, 早就有很多的人 very good. 吃素，这是非常好的。 In Bhutan, I don't 不 think 单 much of vegetarian food. 你们好像没什么素食 Mainly 可吃， zamba. 你们都吃糌粑吗？ You're sorry. 他说最近有很多素食的食物可以吃，这非常好。 So it is really, I think, when we see 当我们看到这些养牛场还有养鱼 no feeling about 池， their life. 他们完全不在乎这些鱼羊，它是有生命的， And then beef farm, 而且如此的屠杀无止境的鱼，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the issue. 而且听说 Beef farm, 这个环保的问题，因为养太多的牛，也会影响我们到全球 promote 暖化， vegetarianism. 会伤害我们的环境。 Very important. Okay. 这也是为什么素食主义对环保也是有帮助的。